最后，我们来看口语测验的华语转换客语题型。这种题目字数很多，要怎么准备呢？首先，以词汇为单位将它切分，然后要掌握客语的特征词，运用关键词、同义词，将华语转换成客语，完整且连贯地表达意思。例如，题目是这样写的：太热的时候不要去晒太阳，会中暑。你要用吃肥做淡肥，留去切做。太热的时候不要去晒太阳，会中暑。太热、太热的时候给时间，不要去唔好 Q。晒太阳这个词汇就需要动脑咯，因为客语的说法与华语不同，要说成揾日头照，给太阳晒的意思。中暑，客语要说热到，合起来就是太热嘅时节，唔好去揾日头照，會熱到。再练习一题，题目是男孩女孩一样好，儿子女儿都是宝。要诀是先以词汇为单位切分，然后分别转换为客语特征词，最后完整连贯文意。男孩谁来，女孩谁妹，一样好，穷容后，儿子来了，女儿妹儿都是宝，赌黑宝，合起来就是谁来谁妹，穷容后，来日妹儿赌黑宝。